防止脑部萎缩了。你看，那教授提出来的，做那个舌头运动，舌头运动呢，舌头在嘴巴里面转动转动。你看，像左边那个舌头在嘴巴里面向左动，向右动。你看，连那个嘴角、脸颊那边都鼓起来。然后来做右边那个舌底上颚，舌头上卷，舌底上颚，舌头卷上来，舌尖你看抵到那个上牙龈上门牙那面，舌底上颚画那个的，英文字母 T 发音的，舌头就是要上卷抵到那个上门牙的后面，发出T 得是台语啊。你看那个舌头底的位置就是这样。修炼精气神也是要舌底上颚。默念无字真经的时候也是要舌底上颚。你看还有左边，你看舌头，还有做舌头拉伸啊，舌头伸出来拉进去，伸出来拉进去的动作。还有舌头，你看伸到右嘴角，也可以伸到左嘴角。做舌头的运动可以防止脑萎缩。